闽南话，富裕、贫穷应该怎样讲？好嘢，好嘢，示意富裕、富有。伊真好嘢，他真有钱。散恰，散恰，示意贫穷、穷困，缺乏钱财，生活拮据困乏。虽然因兜真算车，不过因的囡仔拢真有出头。虽然他家很穷，但是他的孩子都很杰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